也那印尼的警方5月13日对外表示，因伫这个月初有伫度假胜地巴厘岛发现一个造毒的工厂，有掠到4个人，内底有3个人是乌克兰人，无就是洛西亚人。印尼是全世界上大穆斯林的国家，而且法律伊是严格禁止造毒，即马这罪嫌犯说有可能会被判死刑。 伫巴厘岛首府登巴萨，警方开记者会，甲穿感觉色犯人衫被逮捕的嫌犯抓出来。因一个是印尼籍，2个是乌克兰籍，另外一个是俄罗斯籍。Yang pertama tersangka inisial IV, ini adalah warga negara asal Ukraina. Yang kedua juga warga negara Ukraina, MV. 俄罗斯籍的嫌犯主要是伫咧卖毒，警方讲是这个月伫咧杜桥高级的度假区登过一间别庄时阵，伫咧地下室发现2个制毒的工厂，查到几多百公斤摇头丸的原料，一个种大麻照明加灌溉设备。Clandestine Laboratorium Hydroponic Ganja dan Mepetrum Jaringan Hydra Indonesia。 这边逮捕行动的线索是来自警方伫咧4个点雅加达所查到的一个甲印尼上大毒枭普拉塔马有关的制毒工厂，并且掠到一位嫌犯了，顺这条线索查来遮。这边被掠印尼籍嫌犯是普拉塔马的会计，不参加过雅加达的制毒工厂，为了要闪避警方的追查，走到巴厘岛，伫咧伊租厝的所在被掠到时阵，还佫超出6公斤俗称冰毒的正值安非他命。 印尼的法律是严格禁止毒品犯罪，这4个人若是被定罪，恐惊会判死刑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